大家好，歡迎收睇 Fortune Insight 今日速報。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導3宗消息，分別係太古地產成功沽出非核心資產，套現600億，兼且繼續推進1000億投資大計。最新一期長者銀色債券保底息率4.25厘即將接受認購，同埋衛生署喺市面大舉掃蕩港人遊日最中意買嘅未經註冊感冒止痛藥。第一單猛料，我哋首先同大家睇下香港嘅地產同埋零售市況。大家都知道，近年香港嘅房地產市場，無論係住宅定係商業樓宇，都面對住相當大嘅挑戰。喺高息環境同埋經濟轉型嘅雙重夾擊之下，好多地產發展商嘅業績都大受影響。不過啱啱公布中期業績嘅太古公司同埋太古地產交出嚟嘅成績表就相當亮眼，甚至可以話係為市場打咗一支強心針。根據最新嘅業績報告顯示，太古嘅經常性基本溢利錄得48%嘅強勁增長，達到69.69億港元。而太古地產嘅經常性基本溢利亦都增加咗36%，達到46.61億港元。喺目前咁艱難嘅大環境之下，依然能夠保持到咁高幅度嘅雙位數增長，實在係非常之唔容易。亦都反映出佢哋嘅資產質素同埋管理策略有獨特之處。喺業績發佈會上面，太古公司兼太古地產主席白德利就透露咗一個非常重要嘅戰略數字。原來集團喺過去最少5年以嚟，一直都好有紀律咁去執行佢哋嘅既定策略。其中最關鍵嘅一步就係不斷剝離同出售一啲非核心資產。截至目前為止，太古地產已經成功喺呢啲非核心資產身上成功回收咗超過600億港元嘅巨額資金。大家要知道，600億絕對唔係一個小數目。喺而家呢個現金為王嘅時代，擁有咁龐大嘅流動資金，令到太古處於一個極之有利嘅不敗之地。博德利強調，佢哋出售呢啲資產嘅時候，全部都係以非常理想嘅價格完成交易，並唔係賤賣。未來集團亦都會繼續以機會主義嘅方式，睇準時機，慢慢將一啲已經成熟或者唔再符合集團最高端戰略嘅非核心項目賣出去，繼續套現。又在呢600億墊底，太古地產對於佢哋喺2022年3月拍板落實嘅1000億港元龐大投資計劃，就顯得更加有底氣。早前市場上有一啲聲音猜測，話而家經濟前景未明朗，太古會唔會縮減或者叫停呢個1000億大計呢？白德利就大派定心丸，非常堅定咁話，目前完全冇任何理由去停止呢個區內嘅投資計劃，而且佢對現時嘅發展方向感到非常滿意。呢1000億資金主要會集中火力投資喺中國內地、香港以及東南亞等核心市場。呢種逆市擴張、別人恐懼我貪婪嘅做法，正正展現咗老牌英資洋行跨越經濟週期嘅長遠目光。跟住我哋睇下大家都好關心嘅商場零售業務。而家全城熱話都係港人北上深圳消費，個個星期尾啲關口都逼爆人，好多本地零售商都叫苦連天，話生意跌咗好多。但係太古地產行政總裁彭國邦就直言，呢股北上消費熱潮對太古旗下嘅零售業務影響其實非常之細。點解會咁呢？其實睇返數據就一清二楚。集團旗下3大旗艦商場喺今年上半年全部都錄得100%嘅完美出租率，即係一鋪難求。其中太古廣場同埋東薈城嘅銷售額更加錄得按年15%嘅顯著增長。背後嘅原因好簡單，太古廣場走嘅係頂級奢華路線，吸引嘅係高消費力客群。而東薈城就係名牌折扣商場，有獨特嘅吸引力。呢班客人要買名牌手袋、高級鐘錶，係唔會特登過關去深圳買嘅。所以太古嘅商場成功避開咗大眾化消費降級嘅衝擊。至於香港嘅寫字樓市場，大家都知而家有好多新供應，空置率偏高，租金壓力好大。彭國邦亦都冇迴避呢個問題。佢承認上半年仍然有負續租金比率嘅情況出現，
即係話舊租客續租嘅時候，新租金比以前平咗。但係好消息係，下半年呢個跌幅已經開始收窄，特別係中環核心區嘅太古廣場，出租率已經回升到98%嘅極高水平。佢更加預期太古廣場喺明年有望扭轉劣勢，出現正數嘅續租租金增長。至於港島東嘅太古坊，目前出租率依然維持喺90%以上。雖然未來一段時間可能仲要面對負續租嘅壓力，但集團採取嘅係中長期投資策略，強調絕對能夠穩健咁度過今次嘅經濟週期。再睇埋內地零售市場，太古嘅表現亦都相當強悍。彭國邦指出，集團喺中國內地嘅零售物業組合上半年表現非常強勁，整體銷售額按年大幅上升超過22%。其中最巴閉嘅係北京三里屯相關項目，銷售增長超過60%，有啲其他重點項目嘅升幅更加超過80%。雖然踏入7月份之後，內地部分地區受到暴雨同埋極端高溫天氣嘅影響，令到人流同銷售增速稍微放緩，但整體零售表現依然保持得非常健康。管理層對下半年同埋全年嘅前景充滿信心。最後提一提太古可口可樂嘅業務，總裁蘇眉就提到，中東地緣政治持續緊張，令到原材料價格，例如鋁價同埋燃油價格上升，燃油貴咗，亦都間接推高咗製造膠樽嘅成本。不過集團早就洞悉先機，透過預先採購原材料鎖定價格，成功化解咗大部分嘅成本壓力，確保咗盈利嘅穩定性。總括嚟講，太古今次嘅成績表充分展現咗咩叫做優質資產同埋頂級管理。第二單猛料，我哋轉一轉話題，睇下各位老友記最關心嘅穩陣投資渠道。無錯，就係政府最新推出嘅第11批銀色債券啦。對於一眾偏好穩健收息、唔想承受股票市場大上大落風險嘅長者嚟講，銀債絕對係每年最期待嘅財政盛事。今批銀色債券將會喺8月21日星期三朝早9點開始，一直到9月4日星期三下晝2點接受合資格人士認購。只要你係1967年或者之前出生，即係明年年滿60歲，並且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證，就可以透過配售銀行或者指定嘅證券行提出申請。提提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去幾間銀行重複入飛，因為重複申請係會作廢，唔獲接納嘅。大家記得揀定一間機構去抽就得啦。講到買銀債，大家最關心嘅當然係利息有幾多。政府公布今批銀色債券嘅年期維持係3年，每手入場費係1萬港元，而保底息率就定喺4.25厘，利息會每6個月派發一次，息率會按浮息，即係同本港通脹掛鈎嘅部分，或者定息4.25厘。兩者之中揀個比較高嘅例派。換句話講，無論未來3年香港係通脹急升定係通縮，老友記每年都最少有4.25厘嘅利息落袋。可能有一啲舊年有買開銀債嘅街坊會即刻對比，咦？2023年發行嗰批銀債保底息明明有5厘咁多，點解今年會縮咗水，得返4.25厘嗎？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拉闊少少個畫面，睇睇全球嘅經濟大環境啦。大家都知道，美國聯儲局經過過去2年一連串嘅激進加息週期之後，目前市場已經有極大嘅共識，預期美國好快就會開始減息，甚至乎9月份就會正式啟動減息步伐。當美國一減息，香港嘅銀行體系自然亦都會跟隨。大家如果最近有去銀行問過定期存款嘅利息，都會發現啲息率已經靜靜雞回落緊，由之前高位嘅4-5厘跌到而家普遍得返3厘幾。喺一個咁明確嘅減息大趨勢之下，政府依然肯開出4.25厘嘅保底息率，其實已經係非常之慷慨。翻查歷史記錄，呢個4.25厘其實已經係歷來第2高嘅保底息率，僅次於上年嘅5厘，所以絕對係一個非常具吸引力嘅資金避風港。我哋不如一齊計計條數，睇下實際有幾多錢落袋。假設老友記資金充裕，成功抽到10手，即係投資咗10萬港元，每年4.25厘息，即係1年可以穩袋4250蚊利息。銀債年期係3年
3年加埋總共就可以攞到12,750蚊嘅利息。呢筆錢對長者嚟講，每半年派一次，絕對係一個好好嘅幫補。無論係用嚟每朝去茶樓飲茶食點心，定係平時去街市買餸加餸，都絕對夠用有餘。相比起你將10萬蚊放喺銀行做活期存款，利息幾乎等於零，買銀債真係精明好多。至於發行規模同埋派發機制，今年嘅發行額初步定為500億港元。如果反應熱烈，政府有權將發行額加碼到最高550億港元。債券將會喺9月15日正式發行。配發機制方面，政府一如既往咁採用循環機制進行配發，即係點呢？即係首先會派俾每一位合資格嘅申請人一人一手，如果仲有剩就派第2手，如此類推，盡量確保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每位投資者最多可以獲配發100手。參考翻舊年第10批銀色債券嘅情況，當時合共收到超過37萬份申請，總認購額高達982億幾，最終發行額就係550億，結果每位認購人士最多只係獲分派17手。所以專家通常都會建議，如果老友記手頭上有閒資，大約認購20手至25手，即係預留20萬至25萬港元左右去抽，就已經係最完美嘅策略，唔需要特登瞓身攞100萬出嚟抽100手，因為根本冇可能派得足，多出嚟嘅錢最終只會退返俾你，白白鎖死咗1-2個星期嘅流動性。最後要提提大家嘅係，銀色債券同一般喺港交所上市嘅股票或者政府綠色債券唔同，佢係不設二手市場嘅，亦都唔會喺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買賣。即係話你唔可以好似炒股票咁，見到個價升就喺市場度沽出嚟賺差價。但係呢個絕對唔係缺點，反而係專為長者設計嘅最強保護網。因為股票價格有升有跌，買收息股最怕就係賺咗利息，但係蝕咗股價。而銀債就完全冇呢個煩惱。如果你持有期間突然急需要用錢，例如要睇醫生、做手術或者幫屋企人周轉，投資者係可以隨時按100%嘅原價將債券售回俾政府，政府仲會計翻應得嘅利息俾你，即係話本金係絕對100%安全、零風險兼保本保息。所以如果屋企有合資格嘅長輩，不妨提醒佢哋準備好資金，把握今次穩陣賺息嘅好機會。第3單猛料，我哋轉去講下一啲同大家生活同埋去旅行息息相關嘅社會新聞。香港人出名鍾意去日本旅行，甚至有人當正日本係鄉下咁，一年要去幾次。每次去到日本，除咗狂食壽司和牛、買衫買鞋之外，行藥妝店絕對係指定動作。大家通常都會買幾大袋感冒藥、止痛藥、胃藥返香港開門口，甚至買嚟做手信派俾親戚朋友。不過大家以後買呢啲日本藥物返香港，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因為一唔小心隨時會惹上官非。話說衛生署近日聯同執法部門喺全港多區展開咗一連串打擊非法售賣或者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嘅突擊行動。佢哋尋日先去完尖沙咀、銅鑼灣、上水同埋元朗掃檔，今日再接再厲，突擊搜查尖沙咀同埋旺角嘅3間店鋪。結果喺呢啲鋪頭入面，檢獲咗超過140盒報稱有止痛功效嘅懷疑未經註冊藥劑製品。行動中，2名年齡分別為36歲同埋40歲嘅男子，涉嫌違反香港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同埋第一部毒藥，當場被警方拘捕。衛生署表明會繼續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唔排除會向其他涉案人士提出檢控。到底呢140盒係咩藥咁巴閉呢？根據政府公布嘅相片睇到，涉事嘅藥品正正就係極多香港人去日本藥妝店必掃嘅2款熱門神藥。第一款係包裝上面有個好大個英文字母 G 字嘅大正製藥風邪藥，即係感冒藥；另一款就係藍色盒包裝嘅 Eve Quick DX 頭痛藥。相信好多觀眾屋企個藥箱都總會有1-2盒看門口，
甚至有人平時頭痛感冒唔睇醫生就自己拍2粒。點解呢啲喺日本隨街都可以買到嘅成藥嚟到香港會變成犯法嘅毒藥呢？衛生署就解釋得好清楚，因為呢2款藥物入面含有受香港嚴格管制嘅西藥成分，分別係布洛芬同埋二氫可待因。我哋先講布洛芬，佢其實係一種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消炎止痛退燒嘅效果確實唔錯，但係佢絕對唔係無副作用嘅神丹妙藥。如果亂咁食或者長期食，好容易會引發噁心、腸胃不適，嚴重嘅甚至會導致胃潰瘍、胃出血或者影響腎功能。至於另一隻成分二氫可待因就更加要小心，佢屬於鴉片類嘅鎮痛藥，醫學上通常用嚟強力鎮咳同埋舒緩嚴重痛楚。既然有鴉片類成分，副作用自然唔惹少。食完好容易會出現噁心、嘔吐、便秘，最危險係會令人昏昏欲睡。如果你食完呢隻藥去揸車或者操作大型機器，隨時會發生嚴重意外。正因為呢2隻成分有潛在風險，所以喺香港嘅法例之下，含有布洛芬同埋二氫可待因嘅藥物，全部都被列為第1部毒藥。第1部毒藥嘅意思唔係話食完會即刻毒死你，而係法例規定呢啲藥只可以喺註冊藥劑師嘅親自監督之下，喺有註冊嘅藥房度出售，或者係由醫生開處方先可以俾病人使用。一般嘅格仔鋪、水貨店、Instagram 網店，甚至係普通嘅藥妝店，如果無註冊藥劑師駐場，私自擺出嚟賣就已經係犯法。除咗成分受管制，另一個關鍵點係藥物註冊。根據香港法例，所有喺市面銷售嘅藥劑製品都必須要攞到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嘅註冊。點樣分辨合法同非法呢？好簡單，大家買藥嘅時候記得反轉個盒，睇下所有合法註冊嘅藥物包裝上面一定會印有一個香港註冊編號，格式係大楷英文字母 HK 減號，後面跟住5個數字。呢個註冊編號就好似藥物嘅出世紙咁，代表政府已經審核過呢隻藥嘅安全、素質同埋效能。今次被充公嗰140盒日本藥，全部都係得日文標籤，完全無印香港註冊編號，即係俗稱嘅水貨藥。呢啲未經註冊嘅藥物，由於來源不明，運輸同埋儲存嘅溫度又無保證，質素好難講得埋。市民食咗如果有副作用，分分鐘追究無門。講到呢度，可能好多觀眾會好擔心。死啦！我上次去東京先買咗10盒大正感冒藥擺喺屋企，我會唔會被人拉項？大家唔需要過分恐慌。法例主要係針對非法售賣同埋商業用途。如果你去日本旅行，買合理數量嘅自用藥物帶返香港，過海關嘅時候，只要數量唔係誇張到好似走私咁，一般都係獲豁免，唔會惹上官非嘅。但係如果你帶一大堆返嚟，擺上網賣，或者擺喺自己鋪頭度賣俾客，咁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屬於嚴重罪行。非法售賣或者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以及第1部毒藥，一經定罪，每一項罪名最高可以被罰款10萬港元同埋監禁2年，絕對唔係講玩嘅。香港嘅醫學界同藥劑師學會亦都經常提醒市民，好多人迷信日本藥效力勁，其實只係心理作用。無論係布洛芬定係各種止痛退燒成分，香港本地註冊嘅成藥，或者診所醫生開嘅藥，成分其實係一模一樣，而且價錢分分鐘仲平過你買日本水貨。大家有病應該睇醫生，或者去註冊藥房諮詢專業藥劑師嘅意見，千祈唔好盲目跟風上網買來歷不明嘅外地水貨藥，以免破財兼傷身。多謝收睇 Fortune Insight 今日速報。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新聞又有啲咩嘢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如果大家面對港股同美股而家咁難搞嘅市況，覺得有啲不知所措，想學多啲嘢，又想參考各大股票名家嘅即時操盤心得，可以考慮訂閱 Fortune Insight Prime。另外，你亦可以直接聯絡90後投資經理亞賢幫手做資產管理。喺下面資訊欄填一填，將 Google Form 就得。喺香港生存，一定要知多啲金融黑幕、內幕爆料同埋經濟投資專業知識。
現金流有壓力，有個方法教你零成本賺銀行錢，仲可以套現到170萬。利用信用卡免息分期賺積分，再賺埋高達10萬蚊利息，請即刻訂閱渾水財經 Channel Patreon。資訊欄一樣有訂閱連結，希望可以喺呢啲產品度見到大家。再見。